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啊？如果我愿意跟你结婚，你能不能借给我一笔钱多少？200万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不会喜欢你的，也不需要真的跟你结婚。我可以只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，绝对不会打扰你的生活。这笔钱我以后也会慢慢还你。你还是学生，怎么还？我知道，我现在赚的是不多，不过我身体好，活得长，脑子还聪明，慢慢赚总能还上的嘛。我还会按照市面上的借款利息给你算的。在我看来，为这事结婚完全没有必要。挺有必要，娶了我你会轻松很多的。比如，你可以拿我应付你妈妈的催婚，也可以在别人面前扮演正常的已婚男人，私底下你想和谁做什么我都不会管的。你刚刚说我哪里不正常？不，我没有歧视您的意思啊。不管您对女人有没有兴趣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嘛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对女人没兴趣？那你干嘛要娶个不喜欢的？我跟你结婚只能有一个理由吗？难道你身体有隐疾，不好跟别人结婚啊？我明明白白告诉你，我身体健康，各项功能健全，而且只对女人感兴趣。不信你试试。刚刚好，是爱的讯号。看个恐怖片，你屏住呼吸。不是吧？这又是什么漫画桥段？没完了吗？难道霸总漫画画多了，真会有报应？谁记得睡不着，阳光恰恰好，我们在围绕，影子间碰见，脚印有多远，空气就多甜，忍不住偷看你一眼，我爱上了你给的细节。叮当吧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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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心底开花，要回答回答回答。哦，当然了。不好意思，顾总，主要这个文件实在太重要了，所以我给您送来了。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回来。啊？协议名称：结婚协议书。是婚前协议书。第一条，婚后双方资产和债务各自独立。第二条，婚姻存续期间，男女双方可以继续维持之前的生活方式，互不干涉。第52条，乙方必须履行未婚妻的责任与义务。未婚妻的义务？什么义务？当甲方需要乙方以未婚妻的身份出现时，乙方必须随叫随到。我也有我自己的事，扮演未婚妻需要提前预约，服务费1小时100吧。好。第58条，甲乙双方不得有任何肢体接触。那违反这些条款也需要赔偿，也一次100吧。同意。总共281条，请二位过目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